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年1381的客家清新闻，我是陈延寿。当年的早晨9点半，客家清新闻都会伫名路巷带引来了解武汉肺炎疫情的情形发展。近日北部地区乡亲朋友伫早晨封城时间可能都有感触到一个天时正劲，人少少都无买上封城。给南部地区乡亲朋友可能就较无安尼感触到一个人气团的强度。今日呢，台湾地区受到强烈太多人气团韩国有亚类复杂人口效应加强影响。故从呢早晨的时间呢，全台湾的清大部分就出现伫北部客家中行作为午眠鸦片。伫午眠呢，喺伫早晨5点40分的时间，一啲大部分将来都会六突暗台。韩国呢，从桃园的睇下，嘅近比早晨呢，大部分喺将来都会6点1突哦。嘅气象局就特别提醒嘅26年天时呢，都特别的烦哦。像近比呢，北部地区温度差唔多来都会9突到22突，中部係10突到24突，南部地区较少暖地位来都会15到24突，东半部地区係14到22突，嘅西半部地区单都係多雲到長天時，唔過東半部地區可能呢會有地位無陰。唔過呢大體嚟講都係日夜溫差較大天時，天日頭會可能到日頭會較少暖，唔過到暗部夜時節溫度就會一下降到東大嘅。像鄉親朋友呢要注意天時變化哦。夜間人氣團呢差唔多呢會影響到拜三，就會天天呢開始減弱。後生來呢，現在過來看，近邊呢一個時態報紙嘅頭版頭條有哪條重要消息呢？喺近邊一開始，就先對自由時報來看起事哦。喺近邊自由時報呢，當局呢有兩大重點，一呢就會進行針對病毒研究。佢講呢，一個武漢肺炎嘅病毒同艾滋病共用都有可能會攻擊人的免疫系統，然後呢就會籌備進行呢疫情呢。喺籌備時間呢，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就宣布講，國內總共係增加係3名武漢肺炎確診個案，喺其中一個本土感染個案就本大家係有地位少哦。現在呢，佢係喺解除隔離過後，佢係認證講，佢喺隔離期間有提供各面嘅相關證條，下後呢將來確診。唔過呢，佢對開始呢有各面的證條都確診，其實各位有25年研究，嘅時間個研究有可能會造成防疫問題麼？下來呢就先看呢新聞報道。病例有2個係境外輸入，一個係本土病例。其中2個本土病例按386係北部22歲嘅男性，佢老強下大嘅5朋友，上週日喺美國自由行的3月23確診，按386每半年列作幾個隔離嘅對象。的3月23開始，隔離到4月初6，因為經出現過敏嘅情形，克服抗體檢嘅條件，將發現係陽性確診。19號的時候沒有症狀，那他們大概有2個小時，可能有這個聊天吃飯哦，都沒辦法戴口罩嘛，所以可能在那段時間受到感染。指揮中心講，按386對幾個隔離期間都冇問題，解除隔離過後，嚟繼續自主空間管理。4月初7、初8、初9 3日都要去上班，沒有去買東西，不過全場都戴住 M。對樣班搬出係過敏亦係確診，指揮中心講係講接觸過檢疫亦係確診嘅人，就會老先生講。比較常見的當然也許就是鼻子的過敏，那就是會有流鼻水、鼻塞等等這樣的一個症狀。如果你是有這樣的一個接觸史的話，把這個接觸的狀況跟醫師做報告說明。出對本土案例係用2例係境外輸入，其中按387的2年20喺美國工作，3月25復出，要後兩個同樣的證條，只加16個冇基本性上看，4月初10。全台灣街下的機場採檢的10日確診，對按388係按358嘅報量，的正年13強下期應該彈性。4月初2全台灣過後，幾個檢疫期間全部喺美國、到美國10日確診。387 3月25日出現咳嗽、喉嚨痛的症狀，那自行服藥並沒有就醫。按388為按358的妻子居家檢疫期間出現味覺及嗅覺的喪失。先前確診嘅台北苗見焦點公館指揮中心目前列出累計接觸嘅人有228屆，
其中老解案接觸接觸嘅人有92科卡人4人，其他接觸嘅人包含結廠查司機、老盤洋人佔有22。指揮中心講，兩案呢熱跳的風熱線上，熱跳人員警方嘅充分合作下，對該案做透露嘅素材，連年差嘅2日，盡量為老熱跳資料做到最完整。記者522彭卓祖特別報道。因為有民眾喺啲自家隔離解除過後，將來確診咯，係咪防疫出嚟乜嘅問題，也可能係有當到嘅鄉親朋友都同上嘅問咯。研究前對一啲籌備確診嘅一啲本土案例來看咯，啲籌備呢增加嘅一個本土案例呢，佢係按386，佢係一啲20歲嘅男性，佢啲3年第一時間呢，要同一啲確診者有接觸，一啲確診者呢，佢係對美國轉來嘅，現成講呢，佢係一條確診者接觸人，故所呢指揮中心就要求。佢啲3年第一時呢，就要來做居家隔離，佢啲新年初5嘅時節就來解除一個居家隔離嘅。唔過呢，佢啲隔離期間其實佢冇出現其他症狀，因為佢本身就有過敏，佢本身呢就同為流鼻啊，同為鼻孔塞塞安尼問題。故所呢，佢就知道講，佢一個相關嘅症狀係佢本身身體嘅問題，可能唔係一個武漢肺炎造成嘅。故所呢，佢咪冇特別嘅強心，特別去注意。咁樣子呢，佢指揮中心針對一啲採檢嘅條件，每冇留一啲高面嘅相關症狀，那呢條一個採檢條件都好，下後呢就認真講。嘅採檢嘅範圍呢，有寒啊、抗體、有流高面啊、鼻孔塞塞、流鼻嘅相關症狀來納入相關嘅採檢範圍。故所呢，一啲細亞國，佢係一啲20歲嘅細亞國，佢啲新年初5解除封鎖過後，其實呢，佢係有去外邊買東西啊，有去上班啊，佢係有去動到手菜又沒有接觸其他人，佢係下後認真衛生單位去追查，將來佢現狀來採檢，千米將來確診咯。唔過呢，也其實大家咩唔是睇過之後認真呢？一個20歲嘅細亞國，佢就有講到嘅，佢雖然講解除隔離嘅，唔過呢，佢啲出去發通時節都還係有帶點，所以咪有做好切解防護措施。沙輪呢，佢還有可能為了一啲疫情呢，採本其他業務，也係呢指揮中心咪行為這個來追查。沙輪呢，這個來看呢，一個有關武漢肺炎嘅進行研究，也係一啲中國同美國都有做出來研究哦。佢就講呢，一啲武漢肺炎嘅病毒就同一個艾滋病相用，會攻擊人體嘅免疫系統，應用嚟攻擊咯。最主要呢，也嘅病毒呢，佢會來攻擊人體當中嘅 T 細胞。一個 T 細胞呢，係人體當中當中有一個免疫細胞。一個 T 細胞呢，佢平常時運作嘅方式，佢呢就會去侵犯病毒細胞到一條相關嘅細胞，來留一條有問題嘅細胞落去破壞它。如果你假使一啲武漢肺炎呢，會攻擊一啲 T 細胞，佢就有可能會造成人嘅免疫系統就會降低。到時間呢，假使一啲病人身上有其他問題，其他慢性病時節，就當有可能身體會變到寒啊嚴重，到時節嘅唔單止係假氣嘅功能會受到損害，喺其他身體功能未有可能會出現相關嘅問題。故此呢，一下認真一下一個學界啊，對一個武漢肺炎病毒係研究係見來見清楚嘅。故此呢，大家呢，咪啲想辦法為來針對一個武漢肺炎，為前述寒啊有效嘅防疫措施，一個係同鄉親朋友分享嘅最新消息。三來呢講到一啲防疫措施嘅部分，再過來看到，就像係啲前一步嘅時間呢，指揮中心就要針對嘅人卡度嘅景點，我來推出相關嘅管制措施。啲錯別時間呢，嘅基隆係沒有後亞斯鴉片，就由自家來吃嘅，就其次係乜嘅方法呢？其總共呢就係我來針對人。亞斯都方嘅重量嘅人數嘅重量，為來進行管制。佢希望呢，有啲沒有後亞斯，你唔好按多，你唔好按減，盡量呢要留一啲數量控制喺2300人以下。唔過呢，其實就係講，現在亞斯啊，佢有當到嘅傳染後，還個有沒有後亞斯佢嘅本單，就一啲送錢，佢係有當到嘅風嘅。嗰時候呢，一部分其實民眾就正經東南來訪咯。呢邊呢，基隆市政府啊，佢啲過後，佢就發現，假使呢，我留你嘅啲人數控制喺2300人以下，也應該冇問題。也呢問題前提就係人同人之間嘅距離。最講假使鄉親朋友有去過沒有後，基隆嘅沒有後亞斯，可能就會提供一啲談呢係一禮拜一禮減到非常嘅減咯。佢睇下呢啲排列嘅時間啊，其實每冇乜嘅微數，即係本大家
就讲保持社交安全距离来保持1公尺，其实也增进东南。嗰種也談上青少嘅，就係講保持社交距離一方面可能會做唔到。係講你也指揮中心咪希望講一個夜市啊，會盡量保持單一嘅出入口，希望你大家係對向一隻所在來安尼出入嘅指揮中嘅。基隆市政府啊，就有講到，其實針對上係基隆沒有一部分啊，係增建可能係冇買有可能來做到哦。嗰種一部分行外繼續同指揮中心來參詳看外樣嘅來改進，其中也係籌備指揮中心針對管制措施來作為相關試驗，給其他所在沒有針對一啲管制措施沒有試點來做，不過沒有發現相關嘅問題，我看一下呢新聞報道。做好這個防疫完全這是即擺上重要的工作。像種種公布嘅方式，對部隊關公5時來先頭防疫嘅觀念，建議人政府攞建議去5會幹了呢，來到關公5會來了解防疫情形，他們挑假咪把握機會攞人種來澄清。人那麼多，然後口罩有些去到幾個地方，按排隊。現在這個疫情下，阮的行李啊，大家攏無，莫講甲阮大家都看同款啦。意思講，這個疫情安尼，阮會當講加減降一個加做安尼啦。建議去5會見證嘅部隊關公5時，地圖總共有257個探額。5會講受到疫情嘅影響，兩會嘅勝利寮呢差唔多跌了5傷，平常時還係傳到2、3傷。點解做乜攞做緊嘅 CQ， 每日經就處理的。現在改到2個禮拜9片，我就有些人弄了，要排有時候要排很久這樣。在這個租金方面吼，阮嘛會這個理事會吼，我會交理事會吼來探討吼，要打咱的攤商吼做一個調降的動作。特部隊5公2會，先前做M是要提供半鋪賣5時衝嘅工作人員，關公5時喺外做偷價沙自家去賣。人政府講做 M 5辣嘅部分，已經攞種5入數來申請替你解團解。希望做啲到最短嘅時間，解決關公5時攤上嘅問題。記者林偉天介報道。今年看到呢係感染嘅片嘅問題哦，嘅主要講係最尾數量可能係唔大。也呢政府呢3萬外來做好防疫，唔過啲顯示一部分係呢度都會動到問題哦，一部分呢可能係為一啲指揮中心進一步同地方嘅政府來做進一步討論。然後來呢就來看到《中國時報》，《中國時報》佢帶來首先呢就係講也嘅疫情全世界受到武漢肺炎疫情嘅影響，有動到嘅運動比賽都已經取消嘅。唔過呢啲籌備嘅時間呢，因中國嘅自碰野球呢，未來進行嘅疫情發生過後嘅頭一場比賽，今年總統蔡英文呢，沒有啲假面書控來貼出一種樣片哦，講佢呢係第5卡來看嘅野球比賽，佢有動到好看野球啊，係我有嘅從員工嘅無看野球就使唔到飯，所以唔到夠嘅東款野球嘅啲野球迷呢，也呢咪做啲呢第5卡來看呢，因台灣自碰佢帶來嘅比賽嘅，佢可能呢，佢知道講。第5卡其他隔離期間，佢就有其他嘅娛樂又好作用。再來呢，再過來我哋看到嘅消息呢，就係一個有關防疫嘅相關消息。佢主要呢就係陽明大學嘅高中，就係一個高學長高中，佢主要針對台灣嘅防疫措施來提出建議哦。建議嚟講呢，先前呢一開始。前主要疫情係對中國嘅片標出來嘅，也呢，因就你看到呢對境外細路來嘅疫情，單單都係對歐美產業來嘅。建議咪講，因這樣時呢，啲1年嘅時間呢，因台灣有派專家去到中國武漢嘅片了解疫情，也呢咪應該會派專家去到歐美啊，像西班牙、意大利啊，一到美國啦，韓國有一啲國家係疫情較嚴重所在，來了解家條疫情到底係樣嘅來傳播嘅，嘅片又係樣嘅來防嘅，來好其他國家。來防疫嘅經驗，來做國家防疫政策嘅參考。韓國呢，佢咪提出啲建議，講一下呢，又發現講有動到確診患者佢係無症頭嘅，佢就提醒政府一下呢，要針對一條無症頭嘅患者，要來加強心調嘅。佢無症頭患者認真講，其實佢東南風哦，故所佢就建議，再來呢政府呢，要來加強企業係個有研發疫苗嘅一條相關嘅研究哦，就講假使抗體採檢嘅能量。
也可能呢就較逢到無證條分炸嘅沙機都方呢，按呢以內走來走去哦，也係有關醫學界提出來嘅相關建議。三來呢，現在個一個關心一個受到疫情來影響嘅勞工哦，嘅蘋果日報近邊頭版頭條喺度關心，也嘅先前啲營業咧，主要講台商啊，佢咪對中國轉來過後。其幾件車尾到武漢肺炎呢，佢係走去武塘，佢當時呢就一個武塘嘅佢一個手機，佢喺動強線咯，佢講同一個台上有接觸過後，佢就知道講，佢後連怪啊，有地位乖乖，有地位用用安尼，佢就動腳去問一個台上，下後呢就有發現一個車尾到。故所呢，佢當時呢就同到嘅高雄市民啊，就當感謝佢有建議咪講，一個。武塘嘅手機喺動強線，故所呢，怎麼造成一個高雄市嘅防疫問題？唔過呢，也談講呢，就講一個武塘嘅手機呢，佢係本所有一條業者來封殺咯，所以講都唔本佢來去繼續來。做事嘅，故所呢，佢一下呢，咪冇辦法來落實咧，佢一下呢，咪聲音嘅。針對一個問題呢，係啲籌備時間呢，一個立法委員劉世芳佢啲假民主方來公布嘅。所以講呢，現在講一下呢，一個業者有動業者，就講講一個武塘手機呢，係咪係同確診者有接觸？故所呢，係咪係就疑乎講一個武塘手機，佢係咪係有乜嘅問題？韓國呢，佢咪因為講一個武塘手機是在貼夾罪嘅，可能呢會對公司形象。造成傷害，故所也條也呢咪唔敢搶劫，也呢也呢武塘手機佢咪無條路嘅，佢咪為來想辦法，佢高雄市勞工局就有提出就講哦，佢要請全力推一個新業勞工，咪就係一個武塘手機來聽書哦，希望呢同家條來聽愛個難關。咁以上呢就係眼見比同大家整理嘅相關疫情嘅相關重點，咁有關見比疫情嘅情形發展，見比下注亮點，將鄉親朋友繼續來關心，同大家帶來嘅指揮中心清醒嘅直播。